本事齐上听。
了根，兄弟和睦不光明，兄弟相争看情义，气度豪华一时生，三兄四弟一条心，门前一处比黄金，三兄四弟高条心。 家内黄金花归尘，桂花开来似秋金，有钱不可笑穷人。世上多了赢了富，也有多少是做了兵。穷的哪会穷到底，富的哪有富到头？十年才知人为主，富贵贫贱是常人。勇气要练，勇气精，提起勇气推推人。他们话里天才来，他们里是天神灵。厨房里金才有，金人勇气送才来，送才送到厨房下。老汉是老蔬菜，拿起酒金三杯，拿起金块来试来，夸夸吃着欢喜酒，送包送肉送包来，发起高挂一盏灯，此灯名叫琉璃呀灯，上早在33天上天，下早在118人自己要门，只要门前三手叫，金叫银叫来红叫，金叫坐在堂前子，银叫坐在地上王，内后叫上三叉光。 内后脚下是三趟趟，财神银鼓大呼叫，金童玉女夫叫鼓，恶人银鼓上大呼叫，牛头下面是将他摇，一点点落大呼叫，右边马车是将他摇，前朝一个王氏。 走来走去两三行，轿旁一个马步长，烧烧夜夜是烧茶汤，财神吃了平平苦，恶人吃为财神发呀讨衣裳，为人才是良心好。 老天菩萨是为报，发烧土地一卷金，土地老爷一家人，太岁大年年年生，观音他是手中堂，三官大帝保家门，八呀再来讨礼亲。 财神老爷坐高厅，十金黄金押金银，押金大人满库存，期盼兴隆是多千金，不过放灯